南投县有真侪介意棒球的囡仔，平常时爱认真读册，无时间拍球，所以有老选家长成立中兴社区棒球队。不是为了要比赛干嘛，就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因缘机会，让大家小朋友可以进来打球。平常就没有什么机会打球，然后礼拜日有机会跟很多好朋友来打球来玩，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就是能够让我在平日的时候好好念书，然后假日的时候放松一下打个球。我觉得感觉赞。除了邀请专业的教练教囡仔拍球，嘛和其他县市的社区棒球队做交流。社区都有请到那个专业的教练来帮小孩从国小基层这样子慢慢从头补这样子慢慢打学起。也谢谢教练指导我们。我目前是守中外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变王牌。中兴社区棒球队嘛，希望囡仔会当享受和大家做伙拍球的快乐。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